语言，下一个需要。好。我帮你讲。好，对本土语言政策会有这个政策，就是因为过去的国语政策，还有规个政治环境，互咱的台湾的语言拢流失去。所以本土语言政策本身就是一个转型正义的这个思考，但是这经过本土语言政策，若是对民间开始送，到即马已经差不多30年。若到政府正式的开始送嘛20多年，但是这个政策内面，其实我就发现讲内面还佫有足侪无正义的代志，所以我今仔就是要讲这项代志，而且这个无够正义的代志是针对台语，就是讲台语伫个这个本土语言政策内面，其实伊得到的这个台语其实是无正义的。但是咱拢无注意到，后一张，兔兔后一张啦。嗨。好啊 ，OK 啊，好，我今仔要讲的这4个问题大家看起来，我等下就直接讲好，后一张，第一个问题，本土语地位无实质的提升，这是针对所有的咱的本土语。咱即摆讲到本土语，想到就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咱常常拢讲，迄用华语拢会讲台客源，是毋是来听到安尼？好，咱来看台客源，台客源，好，台湾本土语言的即个地位的变迁，咱看，我毋知影在座有偌侪人有经过即个就是戒严时期，你已经捌代志啊，毋是讲你戒严时期，你戒严时阵你2岁3岁，戒严时期你已经捌代志，也是讲你有听过你的长辈，也是讲因为你有关心这个议题，你应该知。戒严时期，即寡语言拢去叫做方言，恁知影即件代志对无？方言毋若是方言尔毋是干那甲你号做方言，伊阁有足侪正确的答案。大家想到的有啥？你了解的有啥？你好好讲会去互发钱对无？阁有无？好，电视袂使搬，阁有无？本来好，但是其实本来台语写的字就足少的啦。其实阁有足多的其实包括足多咱拢无想到的代志。譬如讲，恁可能知影伫个差不多1960年代是50年代，有一寡台语片电影的，即摆公司台语台有当个咧搬对无？这台语片是安那无去？所以就消失去。除了讲一方面语言袂使讲以外，其实阁有一寡政策，因为迄阵有一寡技术咧改。伊较早拍片是毋是爱买迄个菲律宾胶卷，足贵。然后迄个时代我袂记得啥种，反正就是因为一个较新的物件，就是你的技术你要转型到一个较新的技术，政府补助，你若拍台语片你就无，就像即种的所以有名的。有你看会到的，阁有你无注意的无注意到，安尼经过差不多经过40多年，对无尾也就戒严嘛，1987年戒严嘛。大家会记，戒严毋是讲戒严即倒甲切落，咱就拢自由啊，拢民主化，无迄就袂输讲冷气禁起来，阁会小可凉。也是讲你换一个角度看，冷气拄开嘛，袂遐紧凉。所以确实是冷气拄开袂遐紧凉，而且你开的迄个冷气也无，伊的莫达无够用，阁会歹，像咱这个麦骨就歹啊。你还阁修理会阁惊，修理袂好咧。所以其实无遐尼顺啦。到1990年代的时阵就是87年戒严，刷到到90年代。90年代迄阵台湾人迄阵的台湾人，其实足侪人毋若是。经过戒严，甚至阁有日本时代的人，所以因迄是规段拢看甲足清楚的。所以大家一定知影，迄个时代就有足侪迄个社会运动民主化啦，大家即摆拢知嘛内面包括一个运动，就是本土语言的运动其实大家上出名的就是还我母语这是客话的族群先画出来大家会记的，迄个时阵。还我母语是因出来画的人，迄个时代1990年代40-50岁的人，
你家塞进去，是差不多就是4.4.2、5.2才出世的。对因来讲，因正经是因的母语，就是去读书以后去互被剥夺的，吼，所以因就大声话讲还我母语，吼啊，但是母语这个词为迄阵用到即马，伊意思就变啦。即马真侪少年甲你讲，我的母语是华语，你们不要叫我讲台语，有人安尼嘛，吼。但是上早出来提倡即个运动，即个概念啦，确实因是因的母语，因要求的是因的母语，吼。啊，迄个时代咧，有一寡即个政府单位有咧支持，但是迄阵还阁是地方政府。啊，我即摆一定要甲迄阵有咧杀的即寡即个县市政府，甲大家复习一下。大家敢有人知影？迄个时代有啥物？倒一寡县市有咧杀即个母语运动，也是讲母语正式，也是讲母语课程。大家屏东迄阵的县长是啥？苏贞昌，阁有无？迄阵台南无，宜兰迄阵县长是啥？对，阁有两个，迄阵叫做台北县，伊县长是啥？迄阵尤清，阁有一个较细的彰化县，迄阵的县长是啥？周清玉。周清玉县长，伊到即摆80岁啊，伊阁是咧做台语的代志。你看，因做遮侪代，连咱遮尔关心即个议题的人，咱拢毋知，所以我感觉有机会，我都爱互大家知。咱会当行到遮，是足侪人会拍拼，你知的毋知的，但是咱若知，咱一定爱甲伊记在心肝内，爱感谢。而且这是足无简单，所以咱毋通就是爱较细腻的，爱较保守，因为毋是讲足知的，吼。好，所以迄阵还阁是地方政府咧杀，啊到2000年的时阵，歹势，地方政府咧杀的时阵，因就开始有迄个伫咧因县内面杀迄个课程，啊迄阵的名吼，本来拢只是叫做这个时代叫做方言，啊到遮咧，因的迄个课程就开始有诶叫做大部分叫做乡土语言课。啊，内面就分是台湾话、客话，吼，啊，啥物原住民诶话，拢倒一项拢有写出来安尼。好，所以为方言即个名到乡土语言即个名，啊，有诶是叫做母语，啊，迄个状况是本来是打压，啊，到尾啊开始是部分地方政府咧送吼，啊，閣有民间咧送，比如讲咱李工丘基金会，迄个时阵成立的嘛，对无吼？啊，閣有一寡本来咧海外咧送的，即寡关心台语的人吼，啊，因迄个本来戒严时期就是台湾无即个环境，啊，足侪人是咧海外，啊，就甲伊炸转来。吼，啊，到2000年的时阵，佫发生啥物代志？头一摆震动论题，对无？震动论题啊！吼啊，为迄个2001年读小学囡仔开始，因就开始伫咧小学内面有本土语言的必修课。啊，听起来足好，其实敢是节课40分。吼啊，头一届1年的时阵就有上着的吼，因即摆30岁啊，伊是1995年出世迄届，因30岁啊。好，啊，所以正式入课。啊，到2019年，中经过18年，好有国家迄是应该是21年是2019年有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吼，18年通过，19年就是公布实施。啊，迄个时阵就开始咱台湾话也是本土语言，就号做国家语言，有国家语言地位。所以咱安尼看起来，为方言吼一直去用打压，开始变做母语吼，本土语敢若较亲切。啊开始嘛有入来小学的咱的即个义务教育的课程，煞落已经有法律地位，号做即个国家语言。咱会感觉讲，袂歹吼，一直有咧进步，伊嘛确实有咧进步，但是拖后一仔。
还是因为遮无迄个简报比吼。这是本土语言的发展，咱甲角度放较大咧。你看啊吼，本来是安尼对无吼？咱看到是安尼对无吼？好，你看遮有两个词，一个叫做家家语言，一个叫做高阶语言吼。其实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但这足好理解嘛。家家语言就是讲，你一个社会内面，伊若有两种语言吼。家家语言就是较个人的、较私底下的；高阶语言就是正式的场合咧用的，媒体、学校、政府，这足好理解。对于咱台湾的人来讲，特别是咱经过迄段时代，也是咱有咧注意即个代志的人，咱拢会当理解。我想要特别讲，咱有咧注意台湾的语言问题的人，因为我发现即摆渐渐有一寡少年人，20外岁以下的，因感觉、因认为，也是讲伫伊的认知内面，台湾自开始就是讲中文的。我毋知恁敢知影即件代志？即摆足侪少年伊是安尼感觉的哦，吼。所以，但是至少咱知影台湾的情形，所以你会当理解什么是高阶语言，什么是低阶语言，妥妥也一张。但是你看哦，咱拄仔看遮敢若愈行愈知，在顶悬咧。咱知影台湾的高阶语言一直是中文嘛，对无？一直是中文啊，自迄个二战以后就是中文，拢无变，到今也阁是。就算讲，咱感觉讲，遮愈行愈知，但是伊中文的地位敢有去互影响着？咱的学校即摆还阁是用中文咧上课啊。你媒体开去，还阁是听着拢是中文啊。有一寡人讲哦，没有啊。现在我也常常听到迄拢一半句啊，咧参咧内面尔。你看即摆的新闻节目，比8、9年前搁较嗨。8、9年前，过去有咧讲台语的迄寡评论员啊、主持人，即摆嘛拢咧讲中文。连尤锡坤前议长，伊出现嘛是咧讲中文，伊拢感觉讲年轻人就是听不懂啊，我们怕他们听不懂啊，家己先纠转去啊，对无？所以中文一直是高阶语言啊，高阶到即摆的少年，愈来愈侪人就是台湾自始就是讲国语的，好，而且到尾也是英文我加入来，英文嘛是高阶语言一种。对无？你看咱的，你只要比较即个，先讲双语即个词，摕来讲即两个，就解释一切了。即寡拢点缀的啦，吼，到即摆还阁是安尼，只是点缀久啊，咱会晓用两种无共的即个角度来看，即个就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点缀，这是副餐，这就敢袂输你排骨饭，吼，排骨饭迄个排骨。伊即摆互你双主菜，咱这是配菜，咱可能今仔炒玉米粒，明仔载迄豆啊，吼啥，也是讲互你两，这是毋是变来？你去买便当排骨饭吼，鸡腿饭，伊是毋是迄个配菜拢逐工无共，对无吼？就看倒一个较，今仔倒一个较俗，吼，我就用这。若风台来本来拢有玻璃菜，无今仔换迄个豆啊，互你。差不多是安尼，伊加加是讲，我配菜即摆互你，我较用的材料互你较好一点。问题是食嘛变较好啊，吼，所以这是头一点。咱的本土语言实际上的地位无变，这就是我讲的头一个问题。伊一直是伫个这家界语言，就算讲即摆国中甲高中拢开始有本土语言的课，大家敢知？但是恁敢知影，伊甲小学是无共的。国中敢若教2年，高中敢若教1年。请问咱英文课敢有讲国中只有教1年甲2年，高中敢若教1年甲2年？无啊，伊一定是规个拢教啊。迄中文课搁较免讲，逐工拢有中文课、国语课。除了这，所有的课拢是中文咧教。吼，即个英文有的学校嘛是咧杀讲。因为咱政府有咧杀，所以足侪学校即摆是为改做双语学校。伊的双语是啥？就是就是招生较歹的学校开始，足侪因就改做双语学校，有无？安尼变招生就较好招，对无？咱足无简单。最近的新闻看就是讲，台南即摆开始有头一间台语学校，对无？吼，是高雄？敢毋是台南？高雄啊？是高雄。
啊有头，那是咧倒，吼，啊是咧市区啊，是咧较郊区较庄卡。对啊，你看是毋是较庄卡的所在？对啊，啊但英文的学校咧，哦，一间比一间拢是咧市区的，对无？即我感觉迄逐个对即个即个代志的即个理解讲意识，还阁是足无够。若是政府要办，这意义足大，你应该就是办伫个你的即个市内面上贵的所在。你要读，安尼你就来读即间。也是讲，即摆办一堆什物双语幼儿园有无？啊，其实就是因上课的时阵，就是有倒一工有偌济，也是讲有当下有啥物课讲一寡英文。所以我感觉即摆逐个足侪家长想要读公立的幼稚园，啊，我感觉应该就是公立的幼稚园，愈精华区的愈爱家己设一间台语的即个幼稚园。你足想要读，安尼就来读我台语的幼稚园，安尼这是政府的态度。但是我着甲大家，我倒来则是一直甲大家讲，恁去开，伊无一定会一直凉。就是我会感觉讲，其实足侪地方政府其实无即个意识，伊感觉讲，我有办咧就好，我甲你有交代。对即个代志，因是感觉因交代的态度，对这是感觉哦，迄很国际化足重要。好，后一张，所以我倒已经甲第一个问题讲出来，就是讲，其实咱本土语言，根本伊的地位无提升。伊敢若是伫个咱，迄就袂输讲，咱本来住迄个草仔厝，即摆互你住，就是敢若三只小猪共款。本来住我草仔厝，尾仔互你住茶厝，煞即摆互你住砖仔厝，啊，过来可能互你住楼仔厝，咱感觉哦，足好个呢。咱本来住草仔厝的，咱即摆咱住楼仔厝。但是另外一群人咧，伊对为楼仔厝起跳，伊即摆已经到豪宅啊，而且伊豪宅阁是高级豪宅，伊会到对无？吼，你若所以我才会讲，咱甲即个问题，你甲伊扭较远来看，你就会发现其实迄也阁是问题。OK， 好，再来第二个问题，追求本土语伫形式的平等。若忽略台语的共通语的地位，阁颠倒强化中文的强势。我大家敢若看到即个问题，我毋知大家敢会，你的理解是啥？你想到的是啥物代志？敢有人会当回应一下？对，迄毋若是摕足侪资源，因为迄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台语甲客语，每一种语言，伊本来就是有无共的即个背景甲生态嘛，吼。但是咱着用本土语即个名甲考掉的啊，吼。因为过去上一开始是用方言即个名互考掉的。啊，咱咧要做即个语言转型正义的时阵，伫个90年代，其实大家可能意识啊无想到遐尼有。吼，就大家斗阵对，因为大家就感觉哦，咱大家斗阵较有力，吼，啊，咱会当对抗即个无合理的语言政策。但是已经行到呾，咱应该好好啊思考，到底即个政策是毋是应该爱改较有路的？嗨。即个问题吼，你讲你客语吼，因为我有识个一寡客语的朋友吼，即摆就是即个共通语言即个问题吼，伫台湾因为咱是多族群嘛，吼啊，包括原住民，包括客语，吼，所以因就无爱讲即个闽南语的即个台语要做共通语。第二个是台湾的即个叫做咱的台湾的即个台语吼，即个闽南语的即个台语吼，无即种共通的即个文字化，甲香港无共款。香港伊会当用广府话吼，用即个广东话做因的共通语言，是因为书写较方便，大家拢知影。就即两点对咱台湾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好，这吼，这是毋是甲香港无共款吼？啊，过来是咱敢是遐尼多族群，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咱一直咧讲咱多族群，咱敢有遐尼多族群？好啊，所以
对，确实是这。啊，咱来讲迄个香港是讲书写的文，个共同语。我等下就要大家看，咱就是台语本来就是共同语啊。啊，是安怎台语啊中文就会当讲伊是共同语，台语袂使讲。这就是族群，咱敢有遐尼侪族群？其实无。你即摆咧，咱来讲，咱对多元族群，咱对多元对90年代开始，咱对多元，咱是足肯定的。迄是因为过去咱去互威权40多年，但是台湾敢有遐尼多族群？你若是对吧？各位一定拢有出国的经验。你去欧美，你就会发现讲，迄才是正经的多族群。咱无遐尼多族群。啊，但是过去迄30多年，咱一直感觉讲多族群上好。啊，咱也感觉讲，若不多族群，敢若较输人，也是敢若较缓慢。但日本嘛不多族群啊。就是讲，咱东亚的国家本来就无遐尼多族群，但咱一直希望咱有多族群，所以就开始。我个人感觉，即个多族群的想法有伤过扩大，咱无遐多族群。其实讲台语的人甲讲客话的人，咱的生活无差遐济，敢是有可能有一寡信用无共，但咱的食食、咱的生活甚至语言无差遐济。好，但是咱已经过去30多年来，一直去互即个多族群的即种憧憬，吼，咱家己已经去误解去啊，吼，甲原住民较无共，但是其实台湾甲客人讲客话的人无差遐济。啊，咱即寡讲咱台湾非原住民的人，伊比例迄是压倒性的多数，迄毋是敢若60%、70%，迄可能是90多%呢。咱敢有遐尼多族群，吼？好，啊，咱来看即个问题，来后一张，好，这边，好，来，我即摆就是来讲，好，咱来看台语咧读，顶悬是毋是中文、英文即个名拢足清楚的？下骹，请问下骹方言、母语、乡土语、本土语、国家语言，倒一个是语言的名？拢无啊，拢无对无？吼，好，所以台语拢是咧遮内面的其中之一。后一张。好，这是108的课纲，台语咧读，嘛是。好，这是国语文，也就是中文。这是英语文，啊，稍稍搁试一个，好来英文，吼英文。啊，你会讲，这是第二外语啊，这就无写啥物语。问题是，这毋是咱遮的语言啊，当然嘛会用一类甲伊藏的啊，迄个倒位拢共款，毋是台湾歧视外语，吼。无你看你去倒位，人有甲咱教台湾话，你莫讲台湾，连中文人都无一定，人都袂甲你藏伫迄个课纲内面啊，对无？吼，好啊，即堆就是我拄仔讲的本土语言、手语，甚至新住民的语言，拢甲藏在内面。啊，咱要来即寡要食，即每一个都是一类嘛，对无？中文、英文，啊，这足侪要用。毋若是本土语言足侪种，阁有手语嘛，藏在遮，连新住民的语言嘛，藏在遮。啊，咱若是有人出来讲新住民的语言，是安怎会当藏在遮来用台湾足无简单去争取到迄一礼拜才一节课？资源都会有人出来甲你讲，你怎么可以歧视原住民？好，但是其实我感觉新住民的，毋是原住民，新住民的语言藏在遮，其实才是歧视。迄是你迄政策办迄个政策的人，伊感觉讲因较可怜。其实是安尼，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你迄是家己本来就一定徛伫一个悬甲低无共的位，无你看新住民语言。新住民语文内面拢是啥物？拢是东南亚的语言，吼对无？迄是家己已经戴有色眼镜咧看，佫感觉就是家己是足即个多元、足包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即寡语言本身伫因的国家拢无流失的问题啊，对无？第三个语言是，即个代志若是遮尔重要，谁若无爱来遮摕时间，谁若无爱囥伫遮？想要囥在遮，对无？
搁第4个问题就是，咱的语言，咱的人，若是移民去外国，迄个国家的政府敢会用因全国的，全国全面的教育资源来替咱的囡仔教咱的语言？咱就移民出国去啊，敢毋是安尼？好，所以而且当迄阵即个政策，我感觉我的印象是无经过足大的讨论，伊就出现啊。大家感觉说哦，我们很棒棒，我们要照顾原住。即个新住民，即个观念出来，其实就是一种歧视。好，有人海头，但是咱即摆咱上尾才来讲。好，过来。所以台语是伫咧遮，对无？所有的语言内面好。你会感觉讲，你是安怎干那讲台语？因为台语甲其他的本土语言，其实伊本质就无共。伊本来是共同语，后一张拖拖。好，这就拄仔讲过啊。后一张。好，本土语言是一个分类，我拄仔讲过啊。伊下骹分啊呢，原住民语用即个分类，甲这16族的语言族语，佮分做42种的即个方言，吼。用即个，所以这16族因互相无啥，我毋知是有外袂沟通，但是大部分是不通的。伊嘛是用即个甲伊牵起来，牵到就是变做一个挂，牵在遮。吼，即个佫用即个甲大家牵起来，甲伊牵在顶悬。吼，这是一个分类。吼 ，OK， 过来，我请教大家，除非你有学过，还是你有咧关心？无，流道、空手道、跆拳道，倒一个是倒一个？除非你有。对无？你有关心过，还是讲你有学过，还是你的囡仔有学过？一般人根本看袂出来，所以，因为我有熟悉一寡囡仔，因是咧拍即个空手道，吼，是已经是拍10几年的迄种。有当甲因出门，吼，伊较早咧练穿迄个道服，吼，道服，行喺路诶。有当去食饭，人讲，你在练跆拳道啊？但伊是空手道的，因为台湾的跆拳道过去差不多40年，就是一直咧上跆拳道，好，所以就是看到道服，就想到跆拳道，啥？对啦，这就是我要讲的是，你看爱知的人才知影伊到底伊精彩咧倒，因为足样的嘛。但是这3种，伊敢有去用别斗伫比赛的时候，伊是毋是3个无共的项目，无共的迄个规则，对无？伊敢有因为看起来都是道，穿起来又那么像。恁就同一种就好了啊！我一个规则互你就好啊，嘛无啊。但是我拄仔讲着，咱即寡去互别伫咧本土语即个标签下骹的即寡语言，拢互当作共一种来处理，对无？你看，因各位家长，恁可能伫咧。最近是毋就会收到一张单，学校问你讲，你的囡仔后学期吼本土语要小哪一种？一张足长的，对无？足侪人感觉讲，咱安尼足进步，哇，有遮侪互你记。吼，其实迄就是甲所有的语言放伫咧本土语即个观念，互你去记的。好，后一张。好，我即摆要来看台语是共同语是安怎讲的。其实咱若是伫咧台湾生活较久的人，较侪大概40、50岁以上，你大概都会有，应该大部分的人拢有即种经验，就是讲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会晓讲台湾话，对无吼？客人嘛，足晓讲台湾话，较侪岁，吼，也是讲原住民搁较晓讲，所以沈文成咱以前拢毋知影伊是原住民啊，伊唱台语歌出来啊。伊台语绝对比我较 native 啊！足侪艺人、老艺人，因拢是会晓讲台湾话，但是像即摆就来讲，大家拢会想着罗时丰啊，对无？还佫有一寡咱毋知胡歌啊，因会晓讲客话，伊嘛会晓讲台湾话。
吼可能就，但是因会晓讲台湾话，敢是因为有啥物政治甲伊强迫的？甚至咱想到外省人，较侪系足侪系外省人，就是伊我算第一代为中国来的哦。吼，真侪伊可能伊较细汉就来啊，可能囡仔时代就来啊，因若是伫咧台湾的社区生活的，吼，因伫台湾话就足 native， 我就有熟悉几落80外岁，因为台湾话是 native， 你听出来，你听袂出来，伊是外省人。大家的迄个想象拢已经伤过僵化，因为咱拄着即种人愈来愈少。吼，那我是咧台北市的城中区大汉的，啊，迄阵就是上侪外省人伫遐，因为所有的政府机关迄阵拢伫遐，啊，迄阵东区城拢还袂起来，遮阁是毋知啥，就是迄阵拢伫遐。啊，所以我印象足深的，我根本已经到大人啊，我才有外省人甲本省人，毋是关安尼，我才知影这是咧讲啥。因为我足细汉的时阵吼，阮去遐附近买，因为外省人毋是干那军的嘛，有足侪伊毋是缀军的，毋是缀政府来嘛。啊，因就是来到台湾，就一般咧生活开店吼，阮阿嬷去买物件，甲伊讲台湾话，伊就会当用台湾话，甲咱就是一般的对话要生活是 OK 啊。但是敢有人甲伊教，台湾话无地通咧学啦，吼，伊就是生活中去接触。好，所以台湾话就是台湾的即个共通语，吼，就是无共母语的人在沟通的时阵用台湾话。佫讲一个例。我有一摆做一个研究计划，我研究的主题就是外省人的台语，吼，啊，我就找无共即个年岁，啊，我有拄着一个80外岁的，伊是4岁左右，吼，为上海来的，啊，伊来时就足细汉囡仔，啊，伊住喺归人，伊无住喺眷村，啊，袂迄阵还无眷村，因拄来时还无眷村，我听伊讲话，吼。比阮阿公，就是像阮阿公咧讲话共款，迄就是完全足 native 的台湾话。好，啊，因某是客人，伊80外岁，所以因某即摆嘛70外岁啊。啊，所以想看伊的丈人丈母若搁伫的，就差不多迄个100岁以上，当然嘛无伫的。伊讲，伊甲因丈人丈母是讲啥物话？台湾话。因为伊一开始伊袂晓讲客话嘛，伊的环境内面无客话通个学，啊，伊甲因某会当用台湾话，也是中文，吼，咧讲话。啊，伊甲因丈人丈母，啊，因为即个上海来人袂晓讲日本话，所以伊甲因丈人丈母就是讲台湾话。好，啊，咱即摆来看即个户口即个调查吼，1915年日本时代拄开始无偌久，啊。较简单讲，福建人、广东人迄阵拄开始的时阵，啊，即个语言调查，伊简单讲，迄广东人就是讲客话，福建人就是讲即摆咱讲的台湾话，吼，迄阵是伊安尼甲伊分类。我要讲的是伊遮有常用语甲复用语，吼，啊，即就是讲，你若是讲客话的人，吼，你讲客话的，你的母语，你是你的讲客话的族群，啊，你实际上有咧讲客语的吼，有90%。问题是，即个族群嘛有将近30%的人，伊有咧讲迄阵伊即个表讲的福建话，就是台湾话。你要注意，迄是1915年，迄个时代是交通非常的无方便，搁较无网络、无媒体，就算讲是安尼。遮嘛有将近30%的人会晓讲即个台湾话，但是讲台湾话的人咧，无够1%会晓讲客话，吼，啊，即个族群就是差不多100%，99.9%，就是拢讲台湾话。佫较趣味的是，这是日本人，1915年，日本人佫有11%会晓讲即个语言，但是敢若无够1%会晓讲客话，吼。所以你会当佫来，这是平埔族吼，94%，吼，这是咱即摆讲的就是山地原住民，佫有3%。好，所以你会当看着讲，咱若是要讲跨族群，
的语言其实是台湾话，迄是1915年到迄是110年前，伫个完全拢差不多拢无啥物交通的时代，吼，是安尼。即篇我是为即个图吼，我是为即篇论文吼找出来，吼即篇论文伊其实甲为1915年到即马所有的迄个户口普查内面的语言调查有做一个整理，吼后一张。迄阵1915年，阁有做其他的即个较幼的即个统计，吼，好，咱来看遮。台北宜兰，这比即摆较快，迄个范围较快，毋过大概看会出来吼。这在倒位？高是倒？屏东嘛吼，台东、花莲港吼。你来看，讲台语的人吼，比例台北有87%，宜兰有94%，即块拢算悬。屏东敢若60%，因为遐有原住民嘛有讲客话的人。花莲港吼。花莲港甲台东当然都加足加嘛，迄阵我毋知迄阵即个迄阵是日本的移民，对，所以足侪是原住民，吼，阁有有一寡日本人的移民，好，安尼我要看的是讲，这遮悬吼，遐的人100%讲台湾话，这无啥，咱要看是比例足低，吼，桃园、新竹、台东、花莲港。这比例足低，就是福建人，就是讲伊本身是讲台语的族群的人，比例遮尔低，但是遐个人阁是99%、98%，这阁较低，这嘛有96%、98%，吼，讲咱即个语言，伊就是通用语啊。迄就敢若讲，咱若是去，咱移民去别位，咱讲遐个话，但咱毋是迄个语言的 native speaker 啊。吼，就是讲你外口的环境主要是啥物语言，你就会去学着迄个语言，因为你要踮咧遐生活，吼。所以咱倒来看来讲，嘛是有足细的部分的日本人会晓讲客话嘛，因有可能是踮咧遐做公务员、做警察、个啥，安尼。阮阿公就会晓讲客话，阮阿公伊当然早就无伫啦，有伫已经110几岁啊，伊咧日本时代做警察。伊会晓讲客话，我有听过伊甲迄个新地遐的客人咧讲客话，伊嘛会晓讲中文。我细汉时，所以我细汉无因为我就是愈老就会晓讲愈侪话，愈侪种话。安尼，我真是安尼感觉。尾仔我了解即寡代志，我才知影毋是安尼。好，后一页。好，这就是平埔吼，即摆咱讲平埔较早叫做是番，你看嘛是吼，好，过来后一页，好，来看即个客话的即个分布吼，好即个占比0.3尔吼，但是即寡人因有78%会晓讲客话。问题是，因嘛有足侪比例会晓讲即个台语。好，你来看遮较明显嘛。遮会讲客话人较侪，遮确实嘛较悬。但是问题是，伊遮嘛有即寡比例的人会晓讲即个台湾话。而且我还阁甲大家提醒，迄是1915年，是无啥物交通，无啥物迄个互动的时代。好，所以大家看来讲客话是。族群语言有区域性，族群语言我是讲是，就是有特定的一寡人，吼，伊有区域性，足明显的是有区域性的。就即摆其实咱嘛知有一寡所在，就是咱会感觉伊是客庄，吼，迄是足明显的。吼，但是台湾话其实都无足明显讲，倒一个区域是讲台湾话。但是客话是有足明显的客庄、客家族群。好，后一页，过来，即个是1993年的，迄阵吼就是拄解严，所以有足侪做族群的研究。但迄阵我其实迄个时代我就
就算讲是伫咧迄个时代，我其实对外省人敢无啥物理解，我敢知影有即个词，但我对无啥物，对即个代志无啥物理解。好啊，迄阵拄改验出人咧做即个研究，因为差不多60岁以上的人，尾后则听因足侪人讲，因其实细汉的时阵去学校读书，因着有足明显的感觉，特别是愈都会的所在愈有，就是讲伊会发现有一寡同学甲因有外省的同学吼，甲因背景无共，语言无共，吼，甚至我阁有听过有人讲，就几落个，就是因读甲较悬的哈，因会读较悬，读到北一路，读到啥，因就是讲因咧学校有学校有一寡政策啊啥，就是直接就对因较犹太，所以我要讲的是安怎？我会讲这就是讲，所以1990年代拄改严的时阵，有足侪即款族群的研究，而且迄阵阁一直咧杀讲族群和谐，对无吼？表示进前一定足不和谐，吼只是咱可能大部分人无经过迄个时代，还是讲有经过嘛？毋知像我即种的，好，我要讲的是，迄个时代吼，即个研究伊做的有。讲台语的，迄阵就开始咧讲闽南语啊，因为迄阵大家开始讲要族群和谐，所以足侪讲台语的人，迄阵嘛是会感觉讲啊，咱莫就是咱爱讲是台湾闽南语啊，讲家己是河洛语啊，河洛语、河洛话即个词开始流行起来，就是迄阵。当然我知影客语的族群本来就是讲台湾是河洛话，但即个词本来是无普遍的。好，咱来看。有一个特别的是外省，下面叫做本省客家第一代，本省闽南第一代，而且第一代是缀外省人看，因为外省的1990年代开始，那上多就是第一代、第二代，所以甲伊即个港言的讲台语的，伊才就叫做本省闽南、本省客家。我要讲的是讲，能够使用流利的国语的百分比，1993年的第一代。就是差不多迄阵，我看大概，迄若即摆佫以即摆来看，应该就差不多80外岁以上的，足多拢无伫个啊。这第二代差不多50外岁、50-60岁，即摆的50-60岁，差不多到50-60岁。好，能够流利使用国语，很明显就是倍增嘛，这会当理解啊，迄阵。已经杀国语运动杀偌久啊！能够流利使用台湾话，这嘛会当理解。就算讲到遮，阁有90，即两代无差足多哦。所以到遮阁是稳定的。但是客话，第一代可以流利使用台语的，你看，阁增加哦，50几%哦。外省人的，你有发现客人甲外省人比例几乎一样，更妙是，这第二代的外省人是咧台湾出世的，然后你要注意就是讲，第二代的外省人很有可能是欧亚汉族，有很大比例是欧亚汉族，叠加，所以外省嘛要讲台湾话啊，但是会当流利讲客话讲甲足顺的人。其实敢若有客，就是讲伊是客人，才有其他拢是1点几，这是族群语言。OK， 因为你就是有这个客话，就是有区域性，有区域性没有不好，但是就是讲咱来了解这个代志。其实世界上足侪国家拢是多语国家，因上主要，所以你会发现，啥个国家名甲迄个。语言名是共款，就是迄个上主要的语言嘛。迄个国家其他的语言嘛是因的语言，但是大部分都有区域性。这样后一页。华语普及进前，客话甲原住民语是族群语言，有区域性，而且已经开始流行。但是台语是台湾的共通语。为遮会当看到有一件代志，我遮无写，就是讲中文也无来。那中文无来变做迄个高阶语言，无来甲所有的本来台湾语言拢甲伊压落底。那无即件代志，
安尼台语即马免复诊，啊，咱就会斗做即件代志。咱无需要踮咧遮，因为我相信在座会关心台语议题的人，一定是对语言、对文化、对正义较有感觉的人。所以，若无中文，台语免复诊，咱就会斗阵来杀支持这。不管咱会支持无支持，就是政策只爱复诊，就是即寡语言，但是这毋免。但是问题就是台语即马嘛变做爱复诊的语言，而且去互甲即寡白斗阵，这是即马足大的问题。所以客语讲客语的人，客人讲客话，爱有迄个客庄原住民语言是，族语是原住民族的人讲的，因其实嘛有迄个部落，台语咧，所以才会名。台语即个语言的名差遮久，阁是一直有人足无满意。无一定爱满意，就是袂当接受现实，对无？但是法国嘛，毋是干那法语即个语言啊，但是法语就是迄个语，伊袂讲欧苏丹语啊、布列塔尼语啊，拢来甲你讲，我也叫做法语。咱若是要去学法国话。你袂讲，你去遐，你要学法国话，结果迄个老师因为伊是即个北统的人，伊就教你迄个布列塔尼，然后甲你讲这是法国话，这不符合一般的这不符合大家对语言的理解嘛，对无？好，后一啊，我来看，中文来台湾进前，吼。就是讲有国语即个名进前，即个语言的名就是安尼。但是台语有国语运动了后，就去互做闽南语。你会感觉讲无啊？以前我细汉时无啥听伊讲着闽南语，因为根本你咧媒体你袂听到即个议题，迄是改严以后才有足侪。我最近一直咧看过去的一寡即个文章啊啥吼，咧看媒体90年代足侪。但是进前是无，出现就是甲台语有关系吼，就是较侪是社会新闻。然后迄报纸进前就会讲什么嫌犯啊口操闽南语啊，安尼即种。伊迄确实伊就写闽南语，问题是即类的代志足少的，甲语言有关系的代志足少，所以袂去互写着。但是迄阵确实就是家己号做闽南语。我对闽南语即个词唯一的印象就是细汉时阵看电视会讲闽南语连续剧，我毋知你敢有人？你无？你拢足少年哈？闽南语新闻，也是讲暗时差不多6、7点，拢也是讲中昼有一个半点钟叫做闽南语连续剧，就安尼尔，就无啊。就台语本来就是叫做台语，还是台湾话啊。我举一个咧，你敢有听过8到10岁的老大人咧讲即马少年的拢袂晓讲闽南语，因伊是讲少年拢袂晓讲台湾话，伊甚至无讲台语即个词，甚至是讲台湾话哦，对无？每一个语言安怎称呼伊家己，这就上准啊。日本话就是叫做日本语，这有啥物奇怪？英文就是叫做英文啊，人安怎叫家己，就是安怎叫家己啊。好，但是这就去用改名，这无去用改名，对无？然后国语运动进前，台语是共通语，但是经过国语运动，台语就变做闽南语，而且我即个图应该甲遮扣到顶才对。老师，嗨。安尼你即马咧强调即个讲台语闽南语的即个区别内底，是毋是我爱另外对即个国语两字，你我爱解说一下？因为全世界无甲一个国家咧讲因家己的语言叫国语。对，我知。敢若中华民国国民党才来讲即国语，而且中华民国伫咧第6个时嘛无讲即个语叫国语。多谢你甲阮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嘛无讲因个国语。好，多谢你甲阮
嘿，补充啊，对啊，我想到无，佫需要讲，因为咱在座拢知影这是啥物代志啊。今仔因为时间有限，我若是甲外国人吼，我就会甲伊解说。迄已经荒谬到啥物程度对吧？咱台湾人拢会看着外国人讲，你会不会讲国语？是不是？你国语讲得好好哦，安尼，对啊，所以台湾人就奇怪，国语就是等于中文，双语等于英文，是不是很夸张？即摆双语政策出来以后就是安尼啊。那个双语就开会，我有当去开会讲那双语的现在做得怎么样？一个双语的就是英文的部分做得怎样啊？好，所以台湾都是安尼啊。我当然知，我知影，多谢你甲我提醒，毋过大家拢知影这啦。吼，安尼时间有限。好，后一啊。本土语言的政策，佮颠倒强化华语单语社会，吼，这是一个足恐怖的代志哦。因为甲大家拢绑到阵以后，佮开始讲咱爱平等，所以就像拄仔大家有在座朋友讲着，就是台语讲要创啥，客语上定听着是客语，伊会走来讲，那客语也要啊，我家己就拄过几落摆，有当是开会，有当是啥物代志，吼。甚至，但是佫较奇怪是有客委会啊，咱也无啊。吼，过来就是讲，好，我上定定拄着就是以本土语做主题的活动，有可能是开会，吼，可能是啥物正式要开会，是讲你看颁奖，结果咧，迄个活动，迄个开会要用啥物语言？就变做拢咧讲中文。照你讲，照我拄仔讲的迄种情形，这其实应该讲台语，因为台语是通行语，对无吼？其实去开会的讲客话的人，也是原住民，伊嘛拢听有，嘛大部分拢应该因拢会晓讲。但是你若讲台语的时阵，就算讲，咱家己心内就会惊讲到时间会阁冤家，咱要开会啊，莫安尼啦，莫惹代志啦，吼。若正经嘛有人会讲，就是伊会讲台语，迄阵就会惊，就爱想讲阿弥陀佛，拜托，等下莫有人讲，你讲台语，你讲闽南话，我听不懂。那我现在开始讲客语，就开始伊就讲客语，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因为客语毋是共同语啊，对无？吼。就变做所以就变做讲，我为着要办本土语的代志，不管是政策，不管是活动，不管是颁奖，为着要办这来，咱大家本土语的咱来招到阵，来咱来讲中文，安尼上公平，对无？我毋知恁敢有注意到即件代志，对无？大家拢是足好意的，拢想讲莫互相伤害，莫互相伤害的结果就是伤害你上大迄个伊阁来啊！伊继续甲恁伤害，而且伊即摆是用一个足水的姿态出来，你看，就是安尼。好，所以即摆变做一个很荒谬的代志，就是大家都是台湾人，所以不能讲台语，就变做是安尼啊。即个观念确实是差不多90年代就开始有的哦。迄阵嘛是。包括我个人，我嘛是感觉讲，河洛话，咱就讲咱这个，而且迄阵咱会感觉河洛话这事体系感觉较早期，佫停伫讲台语很优雅，河洛听起来好像很优雅呢。我毋知恁敢有人，恁真侪人至少有经过即段，佫有真侪人佫停的迄段，吼讲河洛语中原古音安尼吼。那咱是安怎爱去争取中原正统？咱就是咱啊，咱就是咧台湾啊，好，过来，福建甲推广即两个观念分无清楚，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好，后一啊，福建甲推广，福建是啥物意思？要恢复啊，复，我本来有，但是无去啊。这无去的原因足侪种。有可能是天灾，有可能是人祸，对无？就甲咱物种共款，咱大家拢有知影物种复育咱嘛知影讲有即个土地的概念嘛，要富裕，啥物咱是毋是爱有湿地？湿地要复育的成分是啥物？都是种鸟仔的复育的迄个环境是啥？迄是无共的嘛。咱应该
甲咱的起底册，甲伊复育倒转来。推广是啥？新的代志要甲伊推广出去。但是咱甲，所以咱即摆要做的吼，以台语来讲，咱应该是复振台语，但是要推广台文的书写，因为过去咱的书写是拢足无普遍的，对无？吼，所以即两个代志爱甲伊分开想，对，爱想好清楚。复振就是要恢复，但是咱的本土语言正是因为甲即寡拢绑斗阵，大家拢爱公平，啊台语阁遮尔普遍，所以变做客话嘛想要伫咧全国去送。所以你看咱的迄个后字啊，哦还袂安尼转去，你看迄个教育是毋是咧全国？所以迄个咱咧教迄个。囡仔要上啥物语言课程，一张单你就去教，啊你教着，你教啥物语言，啊学校就要拍拼去替你找老师。所以逐摆到即个休偌假吼，我就替一寡迄个学校的校长感觉讲，因是爱足冤枉的，因为会有一寡较有语言意识的家长，因就会开始咧社群媒体咧批评伊囡仔的学校讲。已经譬如讲，啥物赛考立刻与啥物东西，就是一种足无，袂使讲啥物东西歹势，经一个足无人咧讲的语言，讲阮囝要上这，啊校长是要去倒找，讲即种语言人就已经少甲袂讲的，你要阁互伊会当做老师来教，你是要去倒位找？吼，你可能伫咧部落还阁有，但是伊若是住伫咧台北市，吼啊。但是会安尼会经即种较少人讲的语言的家长，当然是较有意识的。啊，所以伊就会开始去批评这个学校歧视我女儿，歧视我的孩子，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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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校长就歹做。问题是，就是像我讲，迄是车队的问题。伫个都市内面，敢有即寡原住民语言的车队？无啊。来到都市生活的原住民，伊家己甚至都无咧讲啊，对无？好，也是讲你即摆有当啊，就看着讲，所有你会看着讲，所有台湾的迄个地方政府拢有一个客委会，你知无？但是咱拄仔看到客人的分布是足有区域性的，那。其他的所在，毋是客语本来有的车队，你想安怎要踮咧遐用客语会，然后去服务，伊就无可能是服务，你是要推广。问题是即就敢若生物共款，对，咱咧台湾种水蜜桃，是安怎种袂？就是安尼遐贵，阁无好食，因为咱就是无适合嘛，对无？啊，若是讲日本是安怎？是安怎？咱台湾山也袂去日本，咱袂遐好介绍。因为因遐种就是毋是种山仔的所在嘛，所以语言甲物种是共款，你有适合你生长的即个环境。但是即马就是甲推广当作复振，就是有迄寡区域性的语言，就是客话甲原住民的语言，甲推广当作复振。啊，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就是甲所有的即寡本土语言拢绑斗阵，啊，台语是全面性的。所以其他两种就会去互政策就会期待讲你嘛是规个拢大家拢斗阵做。我相信当初安尼设计是想无够精准，绝对大家拢是好意。吼，我到即摆就是相信讲大家拢是好意，只是迄个好意拢对即个代志无够了解，就变做小马本。好，所以这是无共的。我阁讲一个比如，就敢有的果子吼，季节性很强，譬如讲油啊，对无吼？油啊就是迄段时间才有的啊，吼，还是讲桃啊，季节性很强。啊，有的果子伊规年通天拢有，像木瓜是毋是拢有？我看木瓜啊、芭乐啊，吼，即种拢敢若随时拢食有。金蕉，对无吼？啊，只是讲较。往来嘛是对无吼？好，所以就是讲，台语就较亲像即种规年通天拢有的果子，吼啊，即个客话也是原住民的语言，较像季节性较强的果子。咱敢会感觉油啊较无价值？
咱敢会感觉山啊较无价值？袂啊，但是因就是有季节性较强啊。你若硬要伫个，互即寡语言，伊本来是干那迄个季节性才有，迄个季节才有诶。假设你袂互伊规年通听到，是毋是着爱做足侪无自然诶代志？基因改造啊啥，我毋知，迄我毋捌，就是足无自然诶代志啊。你可能温室反正的，但是变足贵，变足无自然，伊量嘛少，就差不多是安尼啊。所以咱就是咱的政策，甲即两件代志，甲伊揽斗阵啊。OK， 所以我看客委会最近即几年一直咧画客语主流化，应该有听过，应该咧画即句客语主流化。我感觉应该即寡拢应该爱化作正常化，台语正常化，客语正常化。正常化就是你爱恢复到你的初地。台语嘛有足侪无正常的，我等下就会讲。好 ，OK， 后一啊，这就是我要讲的。好，咱即马即寡语言本土语言一直咧强调文化传承啊，咱常常听到一寡语言什么咩文化段啊啥有无就是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即寡当然拢对。问题是咱的本土语言政策行到哪，已经对民间开始算已经30多年啊。一开始确实是文化甲传承的问题。就是像我讲的，就一开始90年代，甚至2000年迄阵，就是我咧读大学的时阵，我算台语还蛮讲的，因为我台北市区大汉的。我要讲的就是讲，迄阵20岁的人，甚至搁较少年的，因的台语还阁是足好的。所以迄阵咧想讲安尼，但是迄阵咧关心本土语言的人，就开始烦恼讲少年的囡仔是毋是渐渐袂晓讲？迄个时代当然想讲咱着爱开始教囡仔讲，所以伫咧学校爱开课。但是除了开课，迄个时代伫咧环境内面，除非你是咧台北市，无其实外口阁是真侪人咧讲台语。就算讲90年代2000年的时阵。我去外口买物件，阁是会当听到台语啊，但是已经到即马2025年，就像我拄仔讲的，即马70-80岁的人，因拢是已经是国语运动起来，因规世人大部分的时间咧外口拢是咧讲中文的啊，主读愈侪，中文讲愈侪，对无？各位大家会来遮，恁已经有台语意识。你去外口，你主动甲人讲台语的时阵，是毋是甲你哈？对吧？大家足侪人讲，中南部都有在讲台语啊，敢有？你去观察，你就会发现讲，其实。你讲这我会使举一个例，我拄去台南佚佗转来，台南文学馆，因内底的囡仔是台语的，但是迄个警卫保全伊本来甲伊同事讲台语，我用台语甲伊讲是用中文甲我讲。对啊。我甲伊讲，你拄则毋讲台语，我拢都讲台语，囡仔也要讲中文。恁着，对，因足侪人是，伊根本就毋知咱咧甲伊讲台语啊。伊看着人就是，因敢中文较高级啦。对，就是安尼啊，卖古来就变中文啦，对无熟悉的人就变中文啦，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即马，我甲大家讲一个我的经验，就是我即马因为我有当人嘛，毋是歹因就是无即个意识，所以我即马袂讲。定我袂去向去甲讲，我先用中文甲伊讲话，甲伊接上线以后，我就转做台语，伊就会转做，伊根本就毋知影伊咧转换。定是安尼，正经诶，我足有经验，大家当试看觅，伊嘛较袂冤家。我感觉为了种大冤家是足无意思，但是迄就是咱过去这30年一直甲所有诶本土语言绑斗阵，然后就变做大家都是台湾人，所以不能讲台语，安尼。所以。我感觉会当试看觅你先用中文甲伊开始讲，然后伊就袂感觉你是来找茬。安尼咱去甲人讲台湾，咱也无要甲人找茬，但是因会安尼感觉啦。阁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去买菜，
真多人拢叫是菜市场有讲，我感觉大家对菜食的误解实在太大。第二，讲怎么那边足菜跟炒跟菜市场，要甲伊讲菜价根本就无差。即摆菜价人足少，而且菜价本来就无偌差。吼，即摆佫有足侪菜价，佫有规定讲你袂当用扩音器安怎。你若进前要讲差，你来讲收购周年庆，真有够差，佫亏对无吼？佫收购袂乱安尼足亏。吼，去菜市买物件，今仔即摆台北菜市拢嘛甲你讲中文对无吼？所以咧，我即摆就是固定档，我就免阁用中文甲伊开场啊！若无，若是新的档，我就用中文甲伊开场。我尾我就一直开始甲伊讲台湾话，而且我为着要甲伊讲较侪，我就开始可能会问一个安尼。我有发现排喺我后壁的人，就会开始讲台语。这是我最近差不多今年我才我有注意到，便利商店嘛是安尼。无迄寡人引起因就是讲中文，吼。我感觉大家会当试看卖啦，你嘛会当观察一下，这就很微妙安尼。好，所以咱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到呾嗰时，你看咱的即个政策囥喺度，文化部甲教育部，对吧？吼，但是你看后一系这我拄仔讲过无政治当时的社会气氛，这我拄仔讲过对，就是安尼。看我即摆就已经遮侪岁我20岁到呾就差不多即个时代到呾，吼，一直杀，结果中文一直强，吼，袂使甲为文化来做，文化安尼是无够的，吼。因为文化部其实我感觉伊会当做，伊拢做啦，吼。只是讲，所以我感觉政策爱改一下，吼。你看，咱一般的人敢会去参加，会关心教育部的代志的人是啥？你厝内有人咧读书，有囡仔，还是讲你本人，还是讲你是老师？但大部分的人拢毋是安尼你行迄路，大部分的人毋是老师，毋是学生，毋是厝内有囡仔咧读书对无？关心文化活动的人其实佫较少。文化活动就像各位安尼，咱爱特别来参加的。对无？伊毋是像空气安尼会走入。咱咧空气内面有诶文化，一定都中文诶，是吼？你行迄路听到广播，像迄绝对拢中文诶。咱特别会来关心即个本土语言诶文化呢，你一定要专工来参加诶，对无？足侪本土母语家庭诶家长偌辛苦咧，你家己开偌侪钱，要了偌侪时间。甚至佫爱家己去找课程，家己办活动，对无？好，所以，但是咱逐工一定爱做诶代志啥？食衣住行嘛，对无？但是这拢咧做啥？娱乐嘛，对无？大家敢知影娱乐是尾仔才加起哩？食衣住行是本来就有诶，娱乐是，敢是尾仔啥物先总统讲讲加啥物物件才加起哩变娱乐？我毋知大家敢知影即件代志？好，食衣住行，这是咱本来生活的需求，所以应该甲语言是要用的，毋是要摕来表演的，毋是干那办活动咧用。好，所以应该互伊转来到食衣住行后一好，食衣住行，所以就像我拄讲，我即马。政策无咧支持，我家己咧做，就是我像我拄仔讲，我试足侪方法嘛。我希望讲会当有搁较侪人讲。佫有一件代志，我若去甲人讲台语，伊若有甲我回吼，其实我会甲伊讲多谢你甲我讲台湾话，我会甲讲互伊有意识到即件代志。我佫有啥？我去餐厅食饭，只要迄个服务生有甲我讲台语，我转去就随写批去互因公司。甲伊感谢，正经我无甲因骗，搜狗我写过几落个，迄个海的饭店，Starbucks，全家便利，我写足多，吼，我拢有写，吼我可能咱若愈侪人写，因就愈有即个意识。当然，我感觉这毋是因的责任，吼，但是因愈有即个意识，伊可能若有政策出来时，伊嘛较会支持。
好，我先来讲我的建议。第一，我感觉语言复振应该是以地区为单位，毋是个人。就是袂使讲一个都不能少，这听起来当然嘛足好，问题是资源有限，而且你爱看效果。你若甲所有的语言拢，就是讲，你若甲所有的语言拢要互伊当做是规年烫天拢有的假纸的时阵，你爱了足侪资源伫个季节限定的假纸，而且效果歹无自然。好，所以以地区为单位，吼，就是客庄，就是讲客话，就算讲恁兜的囡仔，恁厝内是讲台湾话，你去遐读书，你就是遮遐的本土语，就是上客话。安尼即个语言才会起来。你毋是讲伫个客庄嘛是40几种几十种互你拣，吼啊！伫个台北敢若有一寡所在，伊本来有客话，但是已经早就足步，因为台北毕竟毋是客庄，吼啊！伫个台北嘛，互你即张。伫咧屏东嘛，互你即张；伫咧花莲嘛，互你即张。啊，就是规个拢散去啊，拢稀释掉了。我感觉应该是以地区为单位。好。我有无感觉咧？因为啊，你看外国人伫咱台湾生活，韩国人伫咱台湾生活，伊就是教伊囡仔讲韩国人的话。伊若是，比如讲伊若是法国来，伊就对伊的囡仔讲法国话。我实是感觉讲吼。要互伊伫生活内底，大家拢会用吼，变做认可。其实毋是好好爱教，时间的大人生活中，对啊。阿公阿嬷拢应该教囡仔讲咱平常咧讲的语言，所以伊若变做认可，你毋免管意义好好教啥货，伊就是拣一项伊要考的。啊，所有的是大人阿公阿嬷拢会参囡仔讲，家己本来咧讲的话。对啊，所以就是爱伊遐。伊啦，你拄仔讲的是家己厝内的代志啊，伊这是即个课程。啊，我知影你的意思，你是讲升学的考试爱考，对啊，升学的考试嘛是共款啊。你是客庄遐，你就去考客话啊。即种语言你要推送。啊，毋过伊若是家己，比如讲我若是讲台语的人，我住伫客庄内底，啊，我当拣考试是拣台语。安尼嘛 OK 啊，安尼 OK， 但是学校会考，因为一礼拜敢若一节课。的时阵，我会认为是爱以地区，无就是永远就是分散。而且佫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前几工是毋是有一个族语老师，伊过身，然后大家就感觉讲哦，足伤心的，然后会讲啊，即个老师伊兼课兼足侪学校啊，吼啊赶甲，啥会变安尼？就是因为，然后就讲啊，这凸显啥物师资不足的问题。对啊，师资当然不足，因为讲即种语言的人本来就足少的啊，比例低到你袂讲的，足低，因为原住咱看到统计拢是以原住民语来看，但是伊爱佫分16组，而且毋是平均分配。啊，即寡语言本来伊就有伊的区域性，就是敢若伊有伊的季节性。好啊，但是咱的政策要甲伊塞作全国。所以老师就足少啊，啊老师就疲于奔命啊，啊会来做即个代志的人，伊就像各位共款，咱拢是足有即个意识嘛，足有心，所以真侪就是我较忝的袂要紧，我想要甲即个代志传承落去。但是传承毋是安尼传的，你应该伫咧你的册地，互伊生落足水的。花就是爱伫咧适合伊的土壤，伊就会生甲足水的。你家己再接来接去，遮一支遐一支遐一支，啊！你的原乡阁顾无？你甲花，伊应该伊的产地，你甲顾好，伊遐就是讲，大家就会想，你想到即个花，就会想到遐，啊遐就是一直保留着，安尼才对啊！即位朋友你讲的，迄是讲伫咧厝内，吼，即摆的问题就是足侪家长家己厝内无爱讲，啊，拢学校。啊，学校迄个政策，佮甲所有的语言拢甲伊稀释掉，要甲伊塞做，要甲推广当做复制，啊，就效果就歹。好，后一啊，对啊，这就是我拄仔讲的，爱规划符合台语生态语言定位甲环境，就是咱爱知影啥物假指是伫咧。伊的时是当时，吼。那你敢讲种油啊的种油啊的人，伊敢其他的时间，伊就无咧管即个油啊，无啊，伊就是
什么时阵伊爱家己压肥，爱安怎来开花，会即个迄油会教训，爱安怎送出去，迄拢是有诶啊，毋是讲你无看到油就表示伊无咧做代志啊。好，对，即就是因为台语，即摆就是一直是台语无去互当作，就是讲去互压落底，变做所有诶本土语言要齐头式平等。就有出现即个问题，因为台语就是共通，迄就袂输讲咱一家人有诶较大汉，有诶较细汉啊。18岁甲3岁，18岁需要诶甲3岁需要诶营养甲活动拢无共啊。但是即摆若18岁讲我要创啥诶时阵，3岁就讲啊，我为什么我没有？但我18岁我要去啥？有啥物？我毋知啥物就是18岁当做啥？18岁我要去赛车。3岁讲为什么我不能开车？我不能开车，你就不能开车。家长就讲对啊，3岁弟弟没有开车，你不要去学啊，安尼。即摆差不多就是安尼，但是咱应该做的是18岁有18岁活动，3岁有3岁活动，啊，因拢有适合因家己的发展，安尼毋才对。好，后置啊，对，这我拄仔讲过啊。好，是。依主行，袂使干那愈加乐，这根本就已经本末倒置去啊！就讲你要有娱乐，你上无爱先有食衣住行啊！就咱即摆干那有迄无济。好，后一啊，好，顶一啊，好。安尼咱，因为即摆伊就是跨去部门内底，若是食衣住行，对政府来讲，应该安怎做是无？对，伊爱划去倒一个部门才会。应该是到每一个部门，就敢若你知影，迄个乡务政企没有法源，吼啊！但是你知影因迄个，你若去国发会的网站，你就通看来讲伊，即摆我毋知，我之前有咧注意时，伊有一摆伊就是政府每一个部门伊的即个 KPI 有做出来无？然后每一个部门都会写讲哦，我有做啥物代，连退服会都有诶。敢若有一个啥物政策发展中心？我毋知。国家语言政策发展中心，还袂好，还无统计。好，但是你看乡务政是伊就是要求讲，每一个部门你拢爱有啥物 KPI 吼。其实台语其实无遐尼歹做，因为即马虽然大家无咧讲，但是足侪人是隐性的台语族群，伊就无咧讲嘛。但你有互伊环境，互伊自然讲出来。自然讲出来是要紧，你一直讲，你一定爱讲，你一定爱讲啊，大家都会足无欢喜的啊。所以下面有做自然讲出来，就譬如讲，我感觉讲台语的头人，即摆政府的官员拢毋敢讲台语啊。但是2000年到2008年迄摆之前，其实足侪人拢是讲台语，政论节目嘛拢咧讲台语，但是即摆迄寡人拢咧讲中文。对吧？这是一种，因为其实听有的人是足大多数，伊无一定讲甲足顺的，因为无讲啊，就是因为久无讲嘛。吼，也是讲，我感觉讲，我一直咧说一件代志，但是一直拢无成功吼。然后我甲大家讲我的想法，就是讲，你若有去鼎泰丰食饭客，你就会注意到讲，因的服务生吼，因的拢有编一个八字，还有伊就是有画迄个国旗，韩国国旗、日本国旗，你一看就知影创啥。即个人你会当甲伊讲韩国话，迄个你会当甲伊讲日本话，即个会当讲 Spanish， 迄个会当讲英文，伊拢写得足清楚。毋是逐个拢是语言全才啊，所以你着注意看即个。中文一定 OK， 中文免写嘛，对无？你的服务生伊会晓讲啥物语言安尼，所以我感觉即个咱应该伫咧咱台湾的服务业政府会当开始先做，所有的伊迄个柜台，吼，即个。柜台即个服务人员，伊会当用啥物语言？这无强制啊。吼，大部分伊会晓讲，伊一定会，伊会晓讲中文，会讲台语，伊就写中文甲台语啊。若佫会晓讲客话，就写客话。伊若干那要讲，干那中文免写，中文免写。伊若干那就是干那会晓讲华语，也是讲我干那就是想要讲华语，伊就莫写啊。安尼，大家去办代志的时阵，咱就知有特别条件讲，我就是无爱讲台语，迄种其实足少数的啦，毋免甲因冤家，爱着互伊感觉安尼较欢喜，伊就较欢喜。好，
安尼大家就较袂冤家啊，吼千万毋通阁想讲哦，我设一个台语柜台，迄又阁是标签化，就是莫互伊是标签，足自然的，安尼才会转来啊，吼政府的柜台啊是讲超商，吼百货公司爱找即种较大间的有连锁的啊，政府小宣传一个，吼安尼效果才会好。啊，无即摆当然拢是一寡咱关心即个台语的即个店家吼，啊，拢因家己独立咧做，效果歹，足辛苦的，吼。啊，政府应该倒做这啊，食衣住行，拢肯就是讲你普通时你用的生活用的着的部分，就是透过即种方式，啊，搁有一寡，我感觉应该要有一寡政策鼓励即寡企业，互伊做形象嘛好，还是讲实际上互伊啥物补贴？互伊有利益啊，互伊有好处啊，啊，就即几年吼啊，但是所有的即寡政策，我感觉拢爱有落日啦，无久来拢有问题。像我感觉客委会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讲以族，我感觉以族群以即个血缘来分类，其实迄是因为迄阵大家因为有迄个族群问题，但是政府单位无应该服务。咱袂当有一个中央部会遮尔侪即个经费，敢若服务客人，敢若服务原住民，应该是讲需要服务的部分有啥物业务，就是转去到本来，就是讲譬如讲健康吼医疗，因为原住民较是敢若是伊的基因甲汉人较无共嘛，所以伊的迄个可能。流行病啊，还是反正体质是无共啊，当然伫咧迄个卫福部吼，就是特别设一个这，我感觉应该是安尼。啊，若是客人的话，较侪是文化的嘛，迄就转去到文化部，我感觉应该是爱安尼做。吼啊，但是我嘛毋知恁遐大的部分，我毋知要安怎改。就是我要讲的是讲，我感觉即种补助鼓励的政策。拢应该爱有落日5年、10年啊！但是即段时间一定要拍拼做，互伊会当自然转来到咱的生活，安尼即个福祉才会正常，才会成功。即个彻底的服用才会成功。吼啊！若无一直靠迄个文化甲教育部咧做的即寡代志，其实是逐个咱知嘛？你感觉敢有？效果我感觉即几年有较好淡薄，但是迄个淡薄是足淡薄啊，是咱即个箍啊变小可较大一点点啊，安尼尔，可能变直径就比如讲直径5公分变6公分，但是问题即个圆可能是方圆200里安尼，所以迄其实是迄个有较大，但是迄个比例足细的，迄效果袂出来。好，后期啊。好，咱目前的语言定位就是安尼，这是高阶语言，这是低阶语言。我认为咱应该爱改做安尼，就是讲目前吼，咱无可能讲啊中文你出去无可能，吼，就是讲咱咧想语言代志的时阵，咱有咱的理想，咱有咱的即个想法，但是爱考虑现实的环境，吼，所以我会感觉讲。应该是台语甲中文拢是，就是家己定位做共通语。客话甲原住民的语言是有区域性，有区域性的语言，你的做法甲无区域性的做法是无共的。啊，英文是重要的外语，我是支持爱迄个加强英文的哦。吼，咱即摆台湾人拢是用中文咧吸收资讯，这是足危险，所以一堆人拢咧看中国片。你看迄个，你坐捷运拢足侪人拢爱甲迄声放个斗大声，有无？啊无就是边缘的迄个候诊区，你听到的斗大声的迄款影片，你敢有听到英文的？伊连台语的都听无，拢是咧讲中国话。差90%拢是中国的，对无？啊，连囡仔嘛拢是咧看中文的物件，只是因有挂耳机，因无甲伊放出来，所以。英文我感觉是要紧，英文确实是目前你要了解世界，就是
国际的代志，还是讲新的知识，这是足要紧的。所以我是支持英文，英文爱加强，但是即个嘛爱做，就是讲英文袂使囥喺即寡英文，你爱家己当做是重要的外语，毋是讲甲英文摕来囥喺咱的即个生活内面。咱透过英文是要甲外界会当接触，吼。但是即马即种做法变到啥？足侪晶晶体的家长，对无？你落去甲囡仔讲晶晶体的英文，然后阁有足侪家长咧，因即摆会甲你讲，我在家里都跟孩子讲英文。问题是即种家长大部分伊拢毋是英文的 native speaker， 就是甲咱共款，可能咧台湾大汉的啊，伊感觉伊英文算袂歹，吼，伊上班才会当英文，但是就算讲是安尼，其实伊英文绝对无够 native。安尼影响搁较害，就是伊的囡仔的语言能力，搁有伊的思考，就无一定会当就发展到足好的。英文就变做片段，啊，可能一般的口语甲 OK， 但是伊若正经要摕来增加你的竞争力的时阵，无一定有效。吼啊，但是台语咱是目前是有环境，只是伊困去啊。台语是困去，毋是死去。咱爱家己叫互精神，啊叫互精神，袂使安尼家己摇。你若困甲足落眠时，人家己摇，你会足气的，对无？咱应该是互伊吼，像咱就是咱会精神，咱讲啊，袂使，咱一定要紧起来，咱若阁困落，咱就爬袂起来。咱是即种的，咱会跳起来。但大部分的人伊就困甲足舒适啊，吼，所以咱跳起来。啊，咱爱甲因讲，你爱紧精神，但是咱袂当安尼家己摇，咱着爱各位若有带个囡仔，你着知，你要甲囡仔叫精神，你着开始放音乐啦，甲骹垫小扭一旁啊啦，啊轻声甲叫啦，吼。啊，对台语其实咱嘛是应该安尼，就是较温柔的做法，但是咱的即个想法爱坚定。吼啊！我感觉较温柔的做法，就是我拄咱甲环境吼，互伊慢慢啊转来，就敢若自然冷气互伊自然凉，愈坐愈凉，伊根本就无感觉讲是急速冷冻，急速冷冻你就不舒服，那愈来慢慢啊凉。吼啊！这慢慢凉就是我拄仔讲的，伫个环境内面，但是即个环境需要，除了需要咱，吼，咱会当做就是我拄仔甲大家讲的，我的生活我是安怎做。咱需要政府斗相共，吼，袂使干那做即个文化甲教育，安尼，好，后期啊，好，这是我拄仔讲的即个代志，就是讲，甲骹垫扭起来，互本土语言自然精神，安尼，互即个语言会当复进的目标是，大家拢会晓讲，事项项拢会当讲。吼，四季拢会当讲，毋是讲咱来参加活动才有讲，参加台语的比赛才有讲，毋是安尼。好，我应该是讲完啦。嗨，好，前2夜，嘿，遮。对，这就是问题，就是要不要说出真相？咱应该爱面对现实啦，面对现实，这是爱有人讲出，因为甲台语变做共同语，毋是提升，是恢复。过去是去互囥着位，迄就爱一直出来解说啊。就讲客话的有一寡客话的人，其实嘛毋是大部分，但是关心语言的客话的人。因就会感觉讲，哦，这是霸权，但迄是过去，因大部分的人毋是歹意，伊正经是感觉安尼才是语言平权。所以我就是一定爱出来，就是讲政府也好，还是讲咱关心即个语言议题的人也好，然后就是要一直说明，一直沟通。若拢毋敢讲，啊，咱就等咧，大家拢斗阵死死的，因为拢白斗阵。就是斗阵死，但是咱若是个人有个人无共的发展，其实是好的代志。
无就是大家一起死，大家都是台湾人，所以不能讲台语，大家一起死，大家一起就这语言就无去啊，咱就剩中文，安尼就是好好啊讲，一定有人会要甲咱冤家啊，迄种的其实就算了，就是讲有要听的，吼，一摆过一摆安尼讲。就算讲咱心内有足侪毋愿，感觉足生气的，但是我定定就会想讲，啊，因大部分因毋是歹意，因会感觉因咧追求的是平权。问题是，即个平权是别人互伊的，过去30多年，即个政治甲即个环境互伊的无正确的观念。所以我才会去找迄寡统计资料啊，因为咱有客观的资料，其实。对足侪人来讲，就算讲无资料，伊个人的经验，伊家己就知，但是迄寡因就会无，就是有资料，有即个数据，较会当人较会听安尼。好，啊，因为我讲话也毋知大家有啥物会当讨论，若是要分享的，嗨，请讲。我囡仔即摆伫幼稚园，哈。因学校的老师有一位会当讲台语，台语嘛介好。所以一个老师是讲中文，一个会晓讲台语，有时阵就会教囡仔讲台语，我感觉安尼嘛袂歹，介好。因学校阁有摆时下晡阁有一个客语的老师会来讲故事，就包围来的家长免出钱，我感觉安尼嘛介好，客语嘛听故事嘛介好，我有当时我会去遐。做会讲台语故事的志工妈妈安尼，我感觉安尼就互这囡仔中文啊、华语啊、中文、台语、客语拢有听这故事，安尼就多语学习安尼。大家若是有心会当去学校啊、国小啊、国中啊，还是幼稚园去做迄志工家长讲故事安尼，就。家长开始做，囡仔有听偌济就听偌济，听无嘛无要紧，听无想要听就去听算嘛是无要紧安尼。好，多谢啊！咱遮的家长绝对拢有即种意识啊，所以较重要是，即个我拄仔讲的啊，咱拢有即种意识，所以应该是爱靠即个政策，互无意识的家长，伊嘛毋免特别有意识啊，伊就咧做即件代志，这才是要紧的。啊，无咱拢是爱靠意识去送。啊，阁有一个我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毋通阁互相讲。我发现这关心台语的科仔，就定定讲见面就讲啊，我台语讲无恁当哦，你台语讲啊遮好，哇，你有拄过即种人无？吼，千万毋通。我定定咧想讲，日本人互相之间，我会讲，哎，你日本话讲啊遮好。你莫讲日本，咱咧台湾，咱就袂去甲即摆的人就袂甲互相讲。哦，你国语讲得好好，对啊，所以咱毋通阁安尼讲，这本来就是台湾的应该有的共同语，就算讲了无够真好，嘛免无需要阁特别强调。我家己嘛知影，我的台语比中文较差一点嘛，但是因为我过去10几年，差不多这10年，我生活中台语比中文加足侪。我甲囡仔嘛是，我甲恁共款，我嘛是甲囡仔讲台语，所以你看我安尼10年甲台语，10外年前开始甲台语捡倒转来，到即马嘛才安尼尔。但是千万毋通互相。我听过最荒谬的，就是一个70外岁，伊写伫咧伊的面册哦，伊讲伊去参加一个迄种独派活动，内面有一个80外岁吼前辈。拄着伊，就80外岁甲70外岁，讲你台语讲甲足好诶，迄个70外岁就足欢喜，伊阁甲伊铺伫咧面册，这是足无正常诶代志。但是当然，因绝对毋是歹意，所以即种情况我当然袂去共浇冷水，但是我看到心足疼诶。就讲足侪咱感觉好意，咱感觉安尼就好啊，迄拢是因为咱对台语诶要求，还是讲对看台语诶即个角度拢无正常去啊。安尼，系请讲。好，即位先再来就安尼2位所时间差不多。我两个建议吼。好。一个拄仔咧讲，因为香港吼，因
广府话吼，即个广东话因拢会当用即个真大家通用的书写的方式吼，所以因做这香港人的即个共通语言吼，真会当传达吼。啊，所以这部分可能台语爱想办法爱互换吼。你讲就是书写是无？即个书写的部分吼，啊，我以我长老教会阮的地吼，就是讲吼，目前吼，大家较熟悉的即个写的即个文字，抑阁是汉文吼。啊，汉文内底会当夹一寡即个拼音吼，对啊。我迄教吼安尼，吼，暂时用即个方法吼，啊，将来来演变吼，这第一点吼建议。第二点建议就是台湾的即个语文的即个教育吼，爱拢总放在来看吼，所以我是真赞成吼，上下骹即个是目前会当做的吼。啊，我中文吼，大家即摆拢感觉讲，莫甲讲中文，甲讲华语吼，可能较顺办吼，因为即摆台湾吼，即个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即个名词啦吼。啊，渐渐吼，看会当吼，未来啦吼，这当然毋是咱无一定一代看会到，就是讲慢慢若真正台语变做即个共同的语言了吼，啊，即个号做华语吼，会当慢慢变做重要的外国语言。这当然啦，这是即马无对啊，这就是可能吼，啊，不过即个渐渐。所以我第二个建议就是讲吼。拼音的问题啦，吼，咱即马咧学语言吼，囡仔第一个接触的吼，过去就是阮叫拢波波猫，啊波波猫个是当标注华语尔，北京语的华语尔吼，啊所以伫阮教会内底是足讨厌波波猫吼，一定爱开始即个囡仔咧学语言的时阵吼，都爱教伊即个拼音啦吼，啊英语嘛是用拼音啊，嘛是用拉丁语，嘛是罗马字啊，嘛是罗马字。吼，还是讲即个部分吼，可能爱教育部爱来改吼。啊，即个拼音吼，毋是用中国用的迄种汉语拼音咯吼，就是讲用咱台湾已经用真久啊吼。即个马偕国书来台湾了，就用已经吼150年的即个拼音的方法啊。若讲较早，即个希腊雅吼，荷兰时代嘛开始用拼音吼，所以即摆就是建议第一。即个台语的即个通行书写的汉字，吼，啊，即个长老教会拢有圣经，拢有足侪即个会当使用。啊，第二个就是讲即个注音符号吼，爱甲改做用拼音的注音符号。安尼囡仔要学台语，要学华语，要学客语，要学原住民语，要学英语，拢有一个基础，吼，会当学世界的所有的语言。好，多谢。啊，咱请这位。你要讲新住民语言的代志。咱即个大哥讲吼，但是即个大哥咧讲的咧，对，因为我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伫咧日本住47年。我教我的囡仔是日语，因伫咧遐生，伫咧遐大，日语、英语、台语、华语，按细汉就4种语言拢会晓。啊，但咧遮迄个，拄仔咱这位大哥咧讲长老教会，当然长老教会老实讲，咱台语会当保存，咱有爱感谢长老教会，而且长老教会因咧用的即个罗马字，老实讲，迄是为着因即寡传教士要学咱的语言，因去开发的。啊，拄仔咧讲，即个拼音是真好，但是全世界并毋是拢总共款一种拼音，咱有爱先了解这，每一个国家拢有伊要学习的即个方法。咱咧讲波波猫，波波猫有波波猫的好处，拼音有拼音的好处，就敢若讲日本话因爱有即个片假名，有即个平假名，伊迄嘛有伊的好处。韩国人的韩国话嘛有伊的好处，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无需要讲
注音符号咱袂用啊，咱无需要安尼。吼，咱用个讲，拢总吸收起来。吼，咱嘛要讲全世界的语言，咱要学较侪，是咱拢家吸收起来。是侦查讲，咱伫个咱家己的大个所在，就甲咱老师即个部分咧写，我直直咧看，因为我嘛是做教育的、做企业顾问的人。比如讲，老师咧写的时，咱会写中文甲英语，啊，剩个拢总句，敢若迄个中文写文。因为无我若写中语即个词，逐个是无普遍。不要写中文，咱即个时阵，拢总要用句的时，咱就写华语。哦，好。哦，咱无，因为安尼的时，伫个咱教育学内底、语文学内底，安尼有个不对。好。吼，无中语的是袂合，因为中语袂合。好，我甲大家说明一下。啊，另外再一项，另外一项我甲拄仔因为有提起的讲，咱即马足奇怪，我直直咧查，全世界无甲一个国家的人讲因国家的语言互国语，所以咱最后甲拄仔大哥也讲，咱最后按即马开始，咱就该讲华语，安尼的时足公道的，而且足明白的，吼，足明白讲，迄个是华语。咱嘛阵啊继续讲国语，讲到尾啊，你就是咱台湾有一个足奇怪的代志，将错就错，逐个拢总毋对，直直安尼细大拢直直毋对落去。吼，咱已经感觉讲这有毋对，咱不爱改。拄仔老师讲一项吼，我足赞成的。咱毋是讲要鼓励大家讲台语，咱是复制。咱本来就有诶，啊，但是袂记诶，也是讲去用压迫，袂当讲。老实讲，我拄仔足想要头一句，甲大家下一个实个。安怎讲下一个实个？因为咱咧讲3年级生、4年级生上可怜，就是阮即个时代诶人。因为迄阵是完全是去互国民党、国民政府甲阮压迫，所以伫学校袂当讲台语，不爱罚钱，吼，不爱挂牌啊，这我拢经验过。所以等咧即款代志内底，咱即马就是讲，较勇敢的徛起来。拄仔老师咧讲的内底一个上好的，咱台语本来是咱台湾人住伫个台湾的人。当礼拜，囡仔礼拜，我去礼拜。所以我会感觉讲，咱逐个我爱较勇敢徛起来。哦，毋是讲啊，你台语讲啊真好，毋是安尼。好，真欢喜，你嘛甲我同我讲台语。我连我去北京去做国际会议咧翻译的时阵，颠倒大陆的人甲我讲，你是倒位人？我台湾人啊。啊，你的普通话怎么比我讲得好？我讲，我们在台湾这个叫做标准国语，哦，所以大陆啊人，因的华语无讲比咱较好。咱台湾用咧讲台语甲华语两个拢总会好，安尼是咱愈来愈强，比阿拉伯我较强。好，多谢你，歹势时间的关系。安尼上，敢讲有人要讲上尾一位，若无咱就要，都爱翕相啊。啊，我回应一个迄个私下的问题吼，罗马尼的问题，就是大家爱知影，无一种拼音系统是会当通用的，吼。所以啊，阁是爱学一个，只是讲咱若是用迄种罗马尼的书写是较通用。所以你若去看到一个你毋捌的语言，譬如讲咱若去到泰国吼，咱袂晓看泰国话，但是咱要念迄个地名，伊有罗马拼音，咱念起来袂差足远。你看到 A， 你袂念死 ，A 一定要念 R 系列，伊可能较头前较后壁，看到 S， 你就会想着死，安尼。好，这是若是讲，就是讲，你看世界上，若毋是用罗马尼做主要文字的语言，伊是安怎？会发展即种，就是罗马拼音，就是
有需要即种咧交通的时阵吼会用到。所以你看汉语拼音迄个 XQ， 是安怎足侪人袂晓念，因为迄就是无符合咱一般人对看到即个字母的发音，咱伊就无符合即个大家的经验，安尼吼啊。但是每一种语言伊拢有小可无共，吼，这是爱注意。好，咱今日是较好感谢老师。多谢大家来。上尾搁做一点仔迄个补充，就是讲迄个，因为咱今日这场是咧讲转型正义嘛，啊，其实我知影足侪关心即个议题的人来参加演讲，就是可能嘛是主要一个迄个总裁来教头啦，啊，毋过咱今仔日即个演讲的主题，还是迄个本土语言政策的即个转型正义即个部分啦，所以就是讲，我感觉今仔日即个课程的重点是伫咧转型正义，伊这转啥物咧？伊就是咱结构上有一寡问题，所以咱需要去看清楚即个结构有啥物问题。吼，所以我相信大家关心即个议题过程当中，一定拢会拄着讲啊，敢若我讲台语啊，敢若迄个。咱要做台语的时阵，就感觉讲无去处理着客语的，感觉惊。其实蒙本嘛是过去嘛是安尼，过去蒙本嘛捌用过荷兰话即种事，所以拢足惊。所以就是讲，咱咧做台语的议题的时阵，就是爱保护清楚，是安怎台语是一个咱主要去做的代志，是因为台语是台湾的共同语，啊，其他的语言伊的地位无共款，咱需要去看客语，需要去。救客语，啊，毋过迄个救的方式，甲做代志方式是无共的，所以咱对咱做代志爱较有信心咧。好啊，好，我补充了啊，咱来翕相。